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乌秋这种的鸟仔，即摆当是生炭期，为着要来保护拄啊生出来的鸟仔囝，乌秋即摆是正歹会共攻击。粉林的议论乡，有民众骑车经过，想将这个乌秋冲落来甲毒。 加在有地安全无啊，无受伤。农业处是提醒着民众，若拄着乌秋来攻击，毋免惊狂，点点安静离开就对啊。青安山桥头摆查某人当伫咧停车场中，一只乌色的鸟仔，若伫咧伊的头壳顶飞，飞悬飞低，袂输要共攻击。 鸟仔共攻击所在，就伫咧粉林利润乡的中山道。这只乌色的鸟仔伫咧电火跳破，敢若伫咧观察骑机车的查某人的动静，随来就冲过来。这个查某人用手下滚后的想要甲伊赶走，另外一个太太骑过路口，伊随飞过来，甚至佫掠过去。动啊！你知道，倒摆伊就甲你动。啊！一寡查某囡仔惊到有时候啊，你有弄过啊？哦，要先惊到要死。安怎讲？到倒摆迄个无安全了。迄个鸟咧倒后边，咱咧看，咱咧飞咧了。来到事发的地点，道路口的电火跳破，会当看到鸟仔收。鸟仔妈妈伫咧甲囡仔饲食，嘛保护伊的囡仔。记者桥头摆来现场看，有影险啊捡乌鸟攻击。有呢。农业处解释，这只乌鸟叫做乌秋，对鸟兽四周围的动静是真敏感。安那伊先怎会共攻击？乌秋在4到7月的繁殖期，它领域性比较强啊，就可能你侵犯到它的领域，它可能就会做一些要攻击的一个动作。 加在去攻击骑机车民众，拢伫安全无患，才无着伤。农业处提醒，乌秋飞姿势主要是要甲你赶走，甲人吓惊。民众若是拄着乌秋攻击，唔通惊行，点点啊紧走，乌秋就袂甲你毒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